好来，乡亲来继续来看南台南家扶中心成立的棒垒球的球队，这段时间因为疫情暂停练习，即摆降级了。家扶中心的社工甲教练带囡仔到室内的球场开始来练球，为刷落来的比赛做准备。 进前因为疫情关系，好真诶代志拢暂停办理。即马趁较回时，南台南家扶中心嘛，阁由这个社工署甲教练带少年棒垒球队到练习场练习。 除了和大家有活动筋骨的机会，嘛为刷落来比赛做准备。你们从屁股这样往下做起来，你要改到这边这一条。目前是有16个孩子参与啦，中间我们有试用线上影片，让他们在家里可以做一些操作。可是其实，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动起来，其实对于孩子来讲，他的身体其实那个身体机会慢慢不见。 这个球队已经成立5档外上面，是要让囡仔有发挥家己兴趣的空间。另外嘛，借由练习甲比赛过程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，甲坚持无放弃的精神，进一步对着家己未来会使找到方向。力量要放了，那我是下半身，不能这样。发现很多青少年，很长的时候他会因为一些的小挫折而就放弃或是摆烂。 那在球队的练习当中，他其实是可以带给孩子有一些自信心的提升。透过球队的加入，南台南家扶中心的囡仔得到更加好的发展，唔那是培养好的能力，嘛会使为其中得到团体认同感，更加是相信讲这段经验，在你人生过程中将是一个难忘的回忆。